喺2025年12月，珠海竟然有樓盤升價賣，你哋敢唔敢相信啊？當下珠海大多數嘅新樓盤啊，仲係要通過以價換量，二手房就更加唔使講啦。業主咧唔割肉啊，連睇樓嘅人都冇啊，憑咩呢個樓盤可以走出獨立嘅市場呢？首先啊，呢個樓盤咧係10月20號開盤入市嘅，首推3號樓，91到118平方嘅，開盤價錢咧係14,000蚊起，均價16,500，短短10日個時間，3號樓咧就幾乎賣完啦。喺10月13號又即刻加推咗4號樓，面積咧同樣嘅同3號樓，但係價錢咧每平方啊升咗800蚊，均價咧去到17,000幾。就算係發展商咧升咗價，4號樓啊依然仲係去化得特別快。發展商啊又順勢加推咗1號樓嘅大平層，而呢一次咧均價已經去到19,000蚊啦，連續加推2次，連續升價。點解咧仲係有人買單呢？因為呢個發展商嘅策略啊係選擇咗低開高走嘅，呢一點啊我認為咧係做得非常之唔錯，證明呢個發展商係明白當下嘅市場同埋購房者嘅心理。喺呢2年珠海樓市下行嘅市場，幾乎所有嘅發展商都係選擇咗高開低走，所以令到好多想喺珠海買樓嘅朋友都唔敢出手，驚啊買完仲係會跌價。其實咧並唔係話市場冇咗需求，而係大家對買樓咧更加理性啦。同時都希望珠海咧嚟緊準備入市嘅發展商啊，可以多啲學習曼舒 K 里呢次嘅成功案例啦。如果咧你準備喺珠海買樓啊，唔知點樣去選擇，不妨可以將呢份珠海25年1到11月嘅網簽數據攞翻去研究一下。有需要嘅朋友咧，可以喺評論區留低網簽2個字，我免費發俾大家。